师同工，以及今天夏牧师所要讲的信息，我们来为这些事情来做祷告。天父，你是永远的真神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。主要把我们今天早晨的礼拜牧师的讲道、服事同工以及所有其他事项的需求，求主能够带领，也保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渴望的心，能够来到你圣殿来敬拜你，能够服侍你，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2025年能够是一个美好的一年。今年快要结束了，结束不仅是一个尾声，而是新的一年的开始。就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、家人们的工作或者是学业上都交到你手中，献上感谢，把我们的祷告放在神圣祭坛上，献上满心的献祭。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让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让我们来手上。在权力和奇美，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可以敬拜在爱里，不管是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赞美进入你里面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我是蒙福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不停赞美来叫呼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这神都因主耶稣，这神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这神都因主耶稣，这神都因主耶稣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可以敬拜在爱里，不管是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，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里面，神的羔羊就
要将掌声送给我们神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配得所有的荣耀与赞美，在我们的脚中。众生途中天使，匍匐宝座前，众长老前辈，卸下冠冕在身高，仰前敬拜。
充满了一个家人的心，渴望你再一次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。神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显应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神灵，请你来，神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要追求你主。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。是的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一起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